云林土库镇的粪区里呢，有一搭放塑胶的场所，伫4月27的时阵发生火灾。因为这现场有真侪塑胶粒仔，所以一个烧起来呢，这空气污染是真严重。环保局表示讲，这负责的业者呢是无牌营业的，而且呢，即马阁发生火灾，所以除了照这空污法去甲开发，也会照废弃物的清理法来移送侦办。27号中昼，云林土库粪区里这处塑胶堆置场，因不明原因起火烧起来。 导致火势一时无法控制，经过2点外钟火才拍花。虽然无造成人员伤亡，但业者表示再无损失上10万。我会加工去申请绽放的收证。对。那你会什么注料吗？我无查，我拢无查。塑胶混合物跟塑胶粒这个面积大约1200平方公尺哦。 那我们发现现场是一家未登记的一个特定工厂，未经许可那现场因为管理不当，所以产生一个火灾。环保局表示，因为当时的大火一时无法控制，导致乌烟一直冒，造成当地空气污染。当场向业者以空污法告发，上悬会当处500万罚金。另外，这处2千平的土地经过调查，嘛无向主管机关核准。 都堆置废弃物。我们发现它未经许可，主管机关的一个许可那提供土地来堆置废弃物，所以也依照这个废清法第46条来送司法单位侦办。环保局表示，虽然业者讲伊只是暂时堆置准备出货，或发生大火意外，但环保局强调，无经过申请就随堆置废弃物，会当以废清法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科1500万以下罚金，将依法移送侦办。公司新闻王永云报道。